大家好，我係 AI Jess。隨住人工智能技術嘅發展，個性化學習已經進入全新時代。最近一個 AI 天賦優勢發展計劃，強調整合先天大腦發育數據同後天測評技術，等家長同老師能夠全面掌握孩子嘅學習同心智發展需求。我哋喺發佈會上訪問到負責呢個項目嘅專家 Master Chris， 聽下佢點講。我哋成功運用人工智能科技，有效結合先天大腦發育數據同後天行為情緒學習表現嘅測評技術。我哋透過分析學童嘅大腦皮紋特徵，俾我哋能夠了解孩子喺語言、邏輯、創造力、情緒管理等方面嘅先天優勢。跟住，我哋運用後天測評技術，包括各類先進嘅天賦同行為心理測評技術，由基線評估、學習策略分析嚟追蹤學童嘅發展變化。呢種720度嘅持續分析，能夠幫助家長同老師精準掌握每個學童嘅學習模式、專注力特質，甚至係壓力下嘅應對模式，從而制定最適合嘅教育策略。佢唔單止可提升學習效率，仲可以促進孩子嘅全人發展。相信呢個由 AI 推動嘅個性化學習發展系統，可以進一步幫助到更多孩子發揮天賦才能，成就更好嘅自己。我係 AI Jess， 我哋下次見。